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台湾人对着囝儿逝世，若讲要出外，咱就会再三再四甲交代，讲上好去到外口面饮气求财，激气消灾，尽量吞忍，唔通甲人交价。交价，社会有咧讲一句话哦。毋过现代词典已经查无，国情啊专工去变。日本时代，日本的专家来编的大日大词典内底有记载，就是讲甲人吼无才调安尼好来啊好去，无法度照起工伫咧相处，定定甲人冤家娘者安尼叫做交价。交价写即两字无毋对，即个交咱无读口，原因搁另外一句词嘛共款。即个口吼搁落音咧，啊咱读狗的时阵。谈者用交价，搁另外一个词就是下狗的狗，原来写一字，安尼有通，唔通甲人交价啦。尤其吼，出去到都市，人若要招你做头路，外甥啊、孙啊、后生啊、祖囝，对毋？老爸老母就是交代后生祖囝，阿舅就是交代外甥啊，阿伯阿叔就是交代孙啊，时代拢会要紧啦。去到都市，人甲你牵，你心肝爱有主菜，朋友。即句主菜，这原来社会目前加减也搁人有咧讲，包含流行歌歌词嘛有咧写呢。毋过现代的词典查无，各种专工去变。大日大词典内底记载，主菜就是啥？主菜就是有主张有拍算嘛。所以伫咧都市毋通人牵你着行，人若牵毋行，鬼若牵你哭哭去的时阵，到尾啊，犯官府反因囝单来，警察通知就会哦。若曾连讲发生即个代志的时阵，上界烦恼。嘛是咱的时代，敢毋是？因着爱扬三托四，尽量去拜托人甲你斗应为啊！哦，应为这原来动词甲交价甲主菜共款，拜托人甲你应为，就是讲甲你走藏、甲你设法、甲你应变，安尼叫做应为。原来社会目前还阁有人咧讲，毋过现代词典查无，各种专工去变。日本时代大日大词典内底有记载，我讲这段故事是招你要探讨。台湾人时代对时势的关心，我也是要招你参考。讲过去民间流传真侪动词，真技巧，一个用咱就了解意思，用了真对同，真有效。毋过目前的词典无记载，我去对日本时代的词典，但则列出来，互你做参考啦。